大家好，我係中信銀行國際個人及商務銀行業務商務銀行部主管黃建新，好榮幸代表中信銀行國際接受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。呢個獎項係對我哋全力支援中小企數碼轉型嘅肯定。中信銀行國際扎根香港逾8年，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嘅金融服務，包括中小企商務銀行、企業銀行服務及財資方案等。我哋推出嘅商務動感銀行 Business in Motion， 令中小企可以隨時隨地用手機開戶，最快3個工作天成功開戶，簡單快捷。另外，為幫助本地中小企能更快推行電子支付，找緊市場機遇，中信銀行國際早年已經推出轉數快2維碼收款方案，幫助中小企零安裝成本，實現電子支付7×24即時入帳，仲大幅節省交易手續費，廣受各行各業中小企歡迎，將利潤實實在在留俾商戶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同中小企並肩前行，做大家最可靠嘅拍檔。多謝。